使用瑞銀 Access 應用程式嚟登入瑞銀數碼理財，既簡單又安全。你喺頭一次使用應用程式之前，必須先完成一次過嘅登記。首先，肯定你喺智能手機已經安裝好 Access 應用程式。該程式可以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度揾到同下載。系統亦需要你嘅登入卡。登入卡可以或無需使用讀卡器讀取資料。首先，打開喺智能手機度嘅 Access 應用程式，撳開始，然後繼續輸入你嘅瑞銀數碼理財合約號碼。你需要記低登入卡編號嘅最後5位數字，然後撳下一個，啟動登入卡。或可將登入卡插入讀卡器，輸入你嘅登入卡編碼，然後撳 OK。再喺智能手機度撳下一個，你嘅智能手機屏幕會出現一個6位數字嘅輸入代碼。請將呢個代碼輸入喺你嘅登入卡，再輸入你登入卡上嘅最後5位數字編號，然後喺登入卡度撳 OK。你嘅登入卡將會出現一個8位字母數字嘅安全代碼。喺智能手機上輸入呢個代碼，然後撳 OK。你可以更改裝置名稱，如要執行，撳下一個。依家你需要為 Access 應用程式設定一個6位字母數字嘅編碼，再次輸入同一個編碼，然後撳 OK。你嘅 Access 應用程式已經成功登記，你依家可以利用 Access 應用程式嚟登入瑞銀流動理財，使用電子銀行服務。